在呢個馬太福音10:32節，耶穌咁樣講到，每一人係在人類面前信人愛耶穌講，愛也信人佢在天堂等天父嘅面前，咪意思呢？係每一人啊咁信人耶穌係嘅救主，在撒腓利的，耶穌也信人自家，在天父嘅面前，在天堂等。嗱，信任耶穌是個得到永久嘅生命，信任佢咪嘅呢？信任耶穌係個救主，是個都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因為到這個世界你咁信任耶穌嘅救主，既然能信任這個係家嘅阿娜，在天父天堂嘅地啊，這個有得救。嗱，所以這個世界你咁信任耶穌，顯出來這個係相信主嘅人，這個要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唔是講人講，唔是講人嫌，因為呢，乜嘅呢？耶穌係對於呢個得救嘅方面，攏種人冇可能呢個得救，所以耶穌人能夠本這個得救，所以個信任耶穌，佢係天父當個天堂嘅，佢信任這個得救。阿門。